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唱歌称赞伊名的荣光，用赞美的话显明伊的荣光。全地会敬拜你，吟诗称赞你，为吟诗学乐你的名。咱三个来吟圣诗15首，万物光明极美丽，请起立吟全首。
咱犹原徛伫同心来祈祷，至关至大全能的父上帝，阮感谢你，经过旧历过年，无论出外旅游，还是伫厝内团圆联谊，天气虽然寒冷，保守阮平安回来。无论伫圣殿还是伫山顶，拢通来敬拜俄罗你。天地万物拢是你所创造，每一工拢是你想事。伫新的一年，改旧换新，我要各位每一工新的开始，献上感谢。万事拢有定期，总是凡事拢有你的旨意。虽然阮袂得了解，总是你是疼阮的。阮求饼，你袂互阮石头。你所为阮备办的，超过阮所求所想的。全世界天灾地变，战争不断，直到节节死失，求主怜悯。愿主赐予全球的执政者智慧，拢通听叹你的话语，行公义甲怜悯伫即个世间，互上帝国实现伫即个地上，恢复原本你所想事款美丽的地球。主啊，也求你赦免阮的罪，怜悯阮的软弱。阮所行的常常毋是照你的旨意去行，阮的旨常常无受控制，讲出伤害人的话，阮拢带有原罪，时常活伫私欲中，怨妒、论断、自私，疼心无够，阮是无安全。阮愿意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认罪，只有靠主耶稣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赦免阮的罪，互阮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得到对你来的平安。教会中有会友，也是家属逝世，有病痛、住院，也是伫厝疗养，拢求你看顾陪伴因，真心来安慰因的灵，互每一位倚靠你的，拢得到快乐甲平安，得到医治，互苦痛真做见证，真做祝福。感谢主保守济南教会，经过这几年整修改建，互阮增加一个空间，愿阮充分来利用这个赏赐，来宣扬福音，努力跑走，来扬光你的名。下礼拜要举行好会，感谢主保守阮过去一年的时间，愿你保守众会友，伫这个好会中参与了解教会新年度的意向，同心合意，甲你结连，互阮伫你的听中来彼此包容，夫妻相疼，互众人看见会友彼此相疼，就看见耶稣的形象。阮的祈祷有限，即时阮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咱掀开新版圣诗后面1113页，启文第52篇，就是《腓立比书》第2章，咱三角来启用。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集，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
伊反当摒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的喙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十九来吟圣诗133首，信徒就来吟诗，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咱三个来祈祷。主边疼痛的上帝，阮羡慕伊亲像落喙焦，羡慕溪水，搁一摆用较无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要仰望你的引带甲光照，追求你的教示甲真理，恳求你用你的慈爱带阮到伫青翠的草坡、安静的水边。互阮的灵魂精英得到真实的把照甲福气，也恳求你感动的灵来引带阮的心智，互阮对你领受，也会晓愿意付出，明白施比受较有福气的意义，将阮对你所得到的勇气，成做传福音的快乐，互别人得到祝福，来归荣光互你。阮来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三个来共读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25章第1节到12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上主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尊你最大，称赞你的名，因为你有用真诚信实，实现对古早就计划奇妙的事。你有互城变做粪扫堆，互释放的城荒废，互外国人的要塞彻底毁坏，永远袂当重建。所以勇猛的人民要荣耀你，强迫城市的国民要敬畏你。
你一直是善假人的瓦壳，是欠亏的人艰难的堡垒，是狂风暴雨中的避难所，是炎热的时的阴影。因为强暴的人攻击的时，那狂风在拍声墙，外国人的喧哗，亲像旷野的炎热，你用烟野砍，互热气消散。你互强暴的人无搁唱开旋的歌。伫即个山顶，上主万军的统帅要为着万民准备丰盛的宴席，上好的酒宴，有肥肉，有骨髓，有陈年的好酒。伫即个山顶，伊要将所有的人民暗面的皮，甲列国砍身躯的布摕掉。至高的上主要永远吞灭死亡，对逐个人的面切去因的目屎。伊要伫全地拄起伊子民的体育。上帝安尼宣布：伫迄日，有人会讲：恁看，即位是阮的上帝，阮一直在仰望伊，伊一定会来解救阮。即位是阮一直在听候的上主。咱着来欢喜庆祝伊的拯救。上主的手要靠伫锡安山顶，毋过乌鸦会受吞踏，那白果伫粪扫堆互人吞来吞去。伫遐乌鸦会踢开伊的双手，亲像收水的人伸手要收。虽然伊的双手看起来真溜俩。毋过无采工，上帝要互伊的骄傲变见笑。悬墙顶的堡垒，伊要甲伊车倒毁坏，要甲伊拆甲变灰地、变土粉。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下面要请阿萨斯班赞美这通纪念的时刻。
这是要请牧师讲道，看啊，这是阮的上帝。兄姐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今仔日阿萨斯班通过这首通伫这纪念的时刻甲咱带咱来三个来敬拜。伫这首歌的中间，提醒主为着咱白色圣餐的恩赦。伫今仔日经文的内面，咱嘛会当看到上帝伫早前已经有预言，讲起伊要为着万国万民来准备上帝的恩赦。伫顶礼拜，永牧师带领咱来看这个以赛亚书24章的时阵，有特别提起，对24章开始，这是一个以赛亚书，互人认为最天启式的这款的文学的作品。伊的内容拢写到伫上帝对伫全地宇宙万面，甚至是救赎迄款的信息。所以有人甲称作这叫做以赛亚的启示录，描写上帝对列国的审判，最后的拯救。今仔日咱咧看25章的时阵，这通讲是对24章针对列国的审判所描写最后上帝拯救会通带来极大的愿望。所以，当咱拍开这个以赛亚书25章的时阵，那亲像正到伫一个奇妙的一个画面。原本24章的画面是审判、荒废，但是到伫25章的时阵，是一个充满愿望、荣耀的画面。这两个画面是非常大的这个差别。25章互咱看到，进入这个光明的中间。描写一个上帝国盛大的恩赦，这场唔单单是一个恩赦，更加是上帝国荣耀的显现，也是上帝拯救的最高峰。今仔日咱也要按照基督的命令，摆设圣餐的恩赦。摆设圣餐的恩赦，也不断的提醒咱，上帝国一定会胜利，上帝国一定会临在伫咱的中间。所以咱受圣餐的时阵，就是咧宣告这款的天启式的拯救。伫现代教会内面，天主教会、东正教会，因差不多每一礼拜主日的中间拢会受圣餐。咱所属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的法规内面规定，咱至少一年爱举行6摆以上。若是加利文的时代，差不多嘛是拢是6礼拜会举行圣餐。这个目的是要甲咱提醒，咱的上帝已经为万民准备丰盛的宴赦。这嘛是今仔日以赛亚书内面真要紧的信息，会甲咱讲看上帝，咱的上帝。为着万国万民准备这个丰盛的宴赦，丰盛的宴赦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恩典，也要预告上帝的审判、将末的救赎迄款的景象，也提醒上帝是咱可靠的这个保守者，也咱心内藏着这款的愿望来等待伊最后的这个救赎，这是圣经内面伫这段内面所要带予咱真要紧的一个信息。咱来看第1节甲第5节内面所描写的，这一节的中间，描写讲诗人对心肝底所懊恼迄款的懊恼的诗歌。短短的几节的中间，咱看到。诗人是充满感恩来懊恼上帝，因为上帝要施行伊的奇事来拯救。这个奇事是安怎？对古早以来，上帝就会照伊的计划去做。
迄毋是忽然间的一种的这个超自然的现象，乃是上帝是安怎照伊伫历史的中间来显明伊的公义甲伊的拯救。咱先来看第一节所讲的，才讲起上帝古早的这个奇妙的计划。第一节先知用第一人称的讲上主，讲我的上帝，表现出伊甲上帝中间非常亲密的这个关系。伊讲我要遵照你最大，称赞你的名。这对照列国是安怎？列国是自大、自我中心，但是先知咧，伊讲我尊上帝最大，伊侮辱上帝。伊会强调上主的主权甲信实。伫咱丢了教会有一个真要紧的为书面书的小要理问答。伊要理的问答，第一个问题是啥物？讲人活伫世间的目的是啥物？伊的答案是讲，人活伫世间的目的是要荣耀上帝，永远用掠伊最欢喜。即句话，这个问答第一条。就亲像先知伫遮所讲的，伊咧讲我要尊主最大，要荣耀上帝，要侮辱上帝。但是列国咧，列国是骄傲自大。即句话，这个经文内面嘛，互咱去体会到，互咱想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因伫红海的海边所唱凯旋的诗歌。因为因经验上帝大权能的拯救，互因原本对路咧得到透放，见证无可能的代志会真正来实现。上帝将迄个无可能成做可能，为因伫绝望的中间开出一条拯救的道路。所以，上帝技术毋是干那伫过去，这是上帝。伫因的中间所计划的代志，所以圣经描写讲这是奇妙的事，这就是指上帝伫历史中间拯救的行动。上帝伫早前以色列出埃及的时阵，展开伊的继续、伊的救赎的计划，甚至到伫以赛亚时代，伊看到随亡外族要来侵略。南国、犹大国，但是伊深信已经看见一个真远、真远的未来。一讲起上帝早就计划好啊，现在伊的计划犹原要伫因的时代来完成。弟兄姊妹，这嘛是帮助咱，互咱知影，伫咱的时代，上帝犹原伫咱的中间会引带人类的历史。过去安怎引带，现在也安尼引带，将来未来已经甲咱启示，上帝要摆设上帝国的印象，甲所有的万国万民三甲同齐道。伫这第二节甲第三节，才会讲起上帝伊也施行伊的公义的审判。以上帝审判骄傲的社区，这有可能是指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等等，才用列国做中心，也甚至是咱23章的时阵看到的，用经济帝国做中心的腓尼基人，遐个拢用列国做中心。象征一切反抗上帝的势力。经文的描写，上帝要对这列国实行审判，对骄傲的外邦城市来审判。这象征人类掠家己的力量最大，最后一定安怎受毁灭。第二节咧讲的这个城是指巴比伦、亚述帝国等等这的，甲上帝、甲以色列这个对敌的象征的这个溃烂。信徒应该爱去认捌到，外靠人类骄傲的势力，最后一定安怎会毁灭。
只有倚靠上帝，才是真正的保障。第3节内面咧说明，上帝公义的审判，为着有一项要紧的代志，是要互列国认捌上帝，来荣光上帝。伫这经文内面有提到永悯的人民，永悯的人民到底是指什么人？伫经文内面，咱会通了解。有可能是指遐已经安怎无掠家己最忠心悔改的外邦人，因去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了后，因愿意归向上帝。这也互咱知影，上帝的审判毋是为着毁灭，伊有一个真要紧的目的，互人会通悔改归正的目的来归向伊。第3节。了后，过来讲到第4节甲第5节，因归向上帝，上帝对保护这软弱的人，因发出这个懊恼的声音。审判的目的是要互人悔改归正，归向上帝，但是要带出行动。什么款的行动？因会通去保护困苦的人、丧凶的人。上帝要成做因的避难所，上帝的主爱怜悯，伫遮得到凸显。上帝特别关心遐受欺负弱势的族群，所以有一寡学者会指出，这个文字甲出埃及的这个所描写的迄个图像真类似。上帝是以色列人的避难所，是拯救者。以色列人受到埃及极权独裁的压迫了后，上帝将因来救赎，带来逃亡。信徒嘛当伫遮会通去经验到，上帝是咱困境中的避难所，伊对受压迫的软弱者是关心的。这嘛拄拄会提醒，也是讲呼召咱每一位，咱爱认捌看，这就是咱的上帝。看咱的上帝，抵挡骄傲的自我中心、帝国势力。看咱的上帝是受难者的避难所，是弱势者的帮衬者。第5节，这描写外邦的宣发，这就哪亲像外邦因咧反对上帝的势力，迄款的声音安怎悠远花好，但是上帝最后要互这个声音消失。人的自我中心有一日要消失，人要归向上帝，上帝会通带来真正的平安。上帝的介入要带来安静和谐，上帝的平安会通伫混乱不安的世代内面，互咱安怎去仰望上帝平安的临在。所以看咱的上帝是一位攻打这个极权无公义的上，攻打无公义的一个上帝，伊是真做受难者、受迫害者的避难所。这款的画面，互咱看到是一个相对真明显的对比。当这个世界的敬拜迄个极权甲财富的时阵，咱的上帝却是听丧凶人的呼求，真做因的保护。诗篇121篇也讲上主要保护你，伊要伫你的身边庇荫你，伫日时太阳袂伤你，暝时月亮也袂害你。这是上帝所带来一种温暖的应允。这也要提醒咱，无论咱的人生是伫这个黑暗的山谷的内面，
上帝有缘，伊要成做咱的避难所。煞者咱来看25章的第6节到第9节，这段经文会讲起上帝为着万国万民摆设这个宴席。伫中东地区，宴席代表一种和平，也是讲丰盛、分享，甚至因要彼此来结盟的时阵、结盟的时阵，因会伫遐来摆设宴席。上帝为着万国摆设宴席。迄毋是一种物质上的这个富足，更较要紧的是关系顶头的和解，表明万国要伫上帝的面头前安怎，甲上帝和好，万国彼此中间也要和好。咱去回想，伫这以赛亚书头前，特别24章会讲起上帝审判的时阵，因为列国的骄傲，因掠自我做中心。但是今仔日，因会通屈家家己，掠上帝做中心，无搁掠经济做中心，无搁掠军事武力做中心。因愿意屈家家己，这要甲上帝和好。所以，甲上帝和好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大景象啦。人彼此的和好。这嘛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诗篇23篇内面安尼讲起，讲上帝要伫咱对敌的面前为咱摆设宴席，伫咱对敌的面前，原本人甲人中间的对敌，原本国甲国中间的对敌，甚至国甲上帝中间的对敌。上帝讲，伊要为咱摆设宴席，伫对敌的面前为咱摆设宴席，这就是讲起和好的这个关系。甚至到伫耶稣最后的晚餐的时阵，耶稣掰饼予学生，讲恁食，这是我的身躯。也就是讲，耶稣基督已经成做迄个搬过节的羊羔，好好的宴席。好好的宴席一定安怎？爱有人伫迄个中间去屈家家己。耶稣基督的屈家家己，伊成做迄个宴席的羊羔，伊互人甲上帝中间会通得到和好。伊成做迄个罪的代价。旧约的搬过节，象征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得到拯救。羊羔的火代表赎罪的价。今仔日上帝通过以赛亚先知伫遮爱讲起，讲有一个伫迄个山头顶，上主万军的统帅，要为着万民准备丰盛的宴席。上帝要互人甲人中间会通迄个建立迄个和好的这个关系，这个和好的关系是要带来一个新的世代，亲像以赛亚书内面所互咱看到的，迄是天启式的有一个画面，将末的画面，会讲起和好。伫这第6节咧讲起，伫这个山顶，这个山顶到底是指什么山？有可能是指锡安山，但是更较要紧的是上帝甲伊的子民同徛起的所在。有上帝的所在，就要带来和好。咱的上帝称作以马内利的上帝。上帝同在所在，应该就是成做一个和好的所在。迄个山头的中心是上主，毋是人啦，毋是世间的什么人伫这个山顶，是上帝本身，是这个山顶的主人，是咱的仰望的对象。这段末世的一个图像。指引以赛亚、弥赛亚时代的救恩甲丰富，
所以咱嘛会通期待上帝丰富的供应。这是一种甲上帝彼此和解、和好、欢喜的宴席，嘛是上帝对万国万民、对列国所发出的这个邀请，邀请咱参与伫上帝同在所带来的救恩的一个景象。伫这段内面，咱嘛会通去思考到宴席的意义。宴席的意义是丰盛，是喜乐，是愿望。因为圣经内面，我头仔讲起，宴席是会通带来有和解。耶稣基督时常用上帝国的宴席来披露上帝国的临在。伫路加福音14章内面有一个披露的讲起，讲原本受邀请的人拒绝迄个邀请，结果主人就命令伊的奴仆去大街小巷去邀请遐送香的、邀请迄个摆开市面的，拢入来到伫迄个主人的宴席，尤其是互这个世界忽略，也是摆脱的这些人。耶稣讲，这个宴席是为了因来准备的。同款，今仔日的经文也强调，上帝国的宴席，毋是干那少数迄个特权阶级的人所有的。上帝国的宴席是为着万民所备办的，所以伊的宴席，上帝国的宴席是一个普世性的救恩。伊安怎？伊跨过种族、文化、阶级的界限。邀请每一位愿意接受的人，拢会通来参加。这是宴席上要紧的意义。这个宴席也要宣告一个真要紧的，就是上帝废除死亡，伊要撤销咱的目屎。因为第8节安尼讲至高的上主要永远吞灭死亡，对逐个人的面前拭去因的目屎。所以这段经文，互咱会通看到，上帝唔单单为咱备办丰盛的宴席，伊搁较要来解决人类上根本的问题——死亡的问题。死亡是人类无法度躲闪的现实，是带来惊吓、痛苦、分离。但是这个经文内面的宣告，上帝要吞灭死亡，伊要擦掉咱一切的目屎，亲像伫哥林多前书15章所引用的，保罗伫遐讲：死亡要受吞灭，死啊，你的权势伫倒落？死啊，你的毒钩伫倒落？伊伫遐来宣告，耶稣基督就是迄个最后的胜利，伊要通过伊赢过死亡国外，来拍开永远活永生的愿望。甚至到伫启示录21章第4节，嘛是引用这段经文，讲无搁流目屎，上帝要拭去因所有的目屎。所以无论是哥林多前书还是启示录内面，拢是通过这段经文的描写，上帝最后迄个天启式的拯救必然要临到。伫第7节甲第8节内面咧讲，吞灭这个死亡，擦掉一切的目屎。这款的道上，唔单单是救恩伫这个灵性的层面，伊也要安怎去互咱看到，面对死亡、悲伤、痛苦、肉体的艰苦，伫遮拢会通得到解决。上帝国度唔单单是做的赦免，搁较是一个完整的创造。迄是生命，旧的生命
世界的结束，是一个新天新地的开始。这是先知所带予咱一个天启式的画面。咱伫世间，咱嘛有侪无共款所面对世间所带来的苦难。2月过几天啊，就是228事件的纪念日。一直落去发生的是台湾的白色恐怖。台湾需要去持续去面对这款的苦难。伫当年的228，咱全台湾的教会拢会选几个所在，做阵来纪念这个228。这是为着上帝国，为着上帝的义来祈祷，要强调过去的这个杀害，过去的压迫，遐会要过去。咱毋茫看到的是上帝国的临在。咱去纪念过去所受到的艰苦，是为着要看见伫基督内面有国外的盼望。所以先知甲咱讲，上主要永远吞灭死亡，对逐个人的面前拭去因的目屎。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看咱的上帝的作为。咱无阁受死亡所带来的惊吓束缚，反倒当咱来知影，死亡毋是结束，是经验上帝引带进入永远荣耀的门。咱来看第9节，会讲起对上帝救恩的喜乐甲欢喜。这段经文的表达，得救了后充满喜乐。这款的听候拯救的应允，是上帝子民一个真大的愿望，伫末世也的确会实现。咱今仔日就是行往末世的时代，咱要遵照这款的愿望往头前来行。咱通讲是甘着目屎，带着欢喜的行往未来。所以，咱做基督徒，咱需要耐心听候上帝的时间，因为先知也互咱看到，自古早上帝的计划就开始啊。以色列人会通得到讨棒，到伫以赛亚的时代，无论迄当时的帝国偌强，经济帝国偌厉害，但是上帝的确要为着受压迫的世代来带来荣耀甲盼望。救恩要带来，毋是忧伤惊吓，是要互咱充满平安喜乐迄款的社会也是生命的状态。这也提醒咱做基督徒的生活，咱需要反映出这款的愿望甲欢喜。线接咱来看第10节甲12节，上帝对这个敌对的势力的审判。第10节甲12节的描写，上帝对这个对敌的势力，而且讲起摩押。摩押有可能是具体的对敌，其实更较要紧的是象征所有骄傲败劣的这个列国。这个经文突然间转往摩押的审判，要通过摩押来象征一切抵挡上帝的骄傲。因为摩押人捌家己自夸，因有上坚强的城墙，因有真厉害的军事力量，但是伫上帝面头前，这一切那亲像粪扫堆内面的麦秆，这个麦秸啦，气杀的物件，无路用的物件。这也提醒咱，骄傲是人类上大的陷阱。骄傲包括显现伫这个极权独裁的统治者，自我中心，想要去控制人的顶头。
当人挖靠家己的力量，强调家己的智慧财富无谦比心灵上帝主权的时阵，必然会去面对审判。这毋是出自上帝的残忍，这是出自上帝的公义啦。上帝的公义是要互人人平等，上帝之下人平等，建立一个真正和平公义的上帝国的世界。伫现在的社会，成功往往是权力、名声、财富、地位等等者的最要紧。但是以赛亚提醒咱，这些高墙拢会崩去。你抓准你去带伫权力的高墙，会崩去；你抓准你带伫财富名声的高墙内面，遐会崩去。真正的安全感，毋是遮个外在的物件，乃是你敢会当甲上帝建立一个好好的关系。亲像圣经内面所甲咱讲的，上帝要为着万国万民备办和解的宴席，这个丰盛的宴席是关系灵性的建立。咱来看卖今仔日25章会通带来咱什么款要紧的信息？我想第一项要紧的信息，上帝国的宴席是普世展开的救恩，邀请咱世间人进入上帝的同在内面。伫锡安山备办这个宴席，迄是一个普世性的象征。万国万民伫圣经内面最摆会出现，所以这已经表明，上帝国的宴席毋是干那互以色列人，是要互所有的人。上帝国的宴席是一个开放的宴席，要邀请每一位望上帝救恩的人。所以上帝救恩无局限伫某一个民族，伊是所有的人拍开。那亲像23章的时阵，我有讲起，上帝伊的审判万国，圣经内面点出12个，这12个中间包括什么？包括以色列。以色列嘛是伫12个国家之一，12就是代表上帝子民的数字。所以对先知以赛亚来看，以色列人嘛是上帝子民，摩押的人、亚述、巴比伦等等遮的人、腓尼基人，嘛是安怎？拢是上帝子民。所以上帝的审判是对伊的子民开始审判。上帝的救恩嘛是要互遮的所有的人的。所以上帝救恩的计划，将来拢毋是局限伫一个单一的族群。上帝的救恩是要互全人类啦。伫创世纪12章，上帝甲亚伯拉罕呼召，讲万民万族要因为伊来得到福气，毋是干那犹太人来得到福气。是要互万国万民因为伊来得到福气，因为伊会当经验上帝救恩，万国万民嘛会当经验到。今仔日咱看到这段经文，以赛亚先知已经伫迄个中间要拍破犹太人中心这款的角度。对今仔日咱来想，若是先知对咱讲，咱敢会拍破教会中心这款的角度，抓准只有基督徒会通得救。刘兄弟，得救的救恩，毋是咱的决定，得救的救恩是上帝家己决定。上帝要为着万国万民来准备迄个宴席，
是上帝家己准备，毋是咱的准备。咱何等何能，咱会通去救赎别人，咱无法度。咱只有会通人来发出邀请。所以基督教是一个邀请的信仰，毋是一个排他的信仰。咱的信仰一直在排他，会讲什么人不配，这毋是咱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邀请的信仰，毋是一个排他的宗教。咱对这段经文，用牧师给咱一个标题，讲看，这是咱的上帝。咱的上帝就是做这款工的上帝。伊予咱知影，伊是为着万国万民摆设宴席和好的上帝。以赛亚书是一个普世性的预言，展示上帝救恩如何突破以色列的国界，为着万国万民带来望甲和好。以赛亚书第25章第6节到第9节，迄个核心的信息就是：上帝救恩是普世的，是整全的。一直末后要带来胜利、喜乐、平安。这若看伫咱台湾的社会有啥物款的启示，咱应该突破迄款的自我的局限，积极去参与普世性的宣扬、关心弱势、促进和解，这是咱爱突破的所在。上帝国所带来望，毋是干那伫咱身躯边看到的。咱爱行出去，互更较侪人看见上帝救恩伫普世。通过这款的实践，咱毋敢回应经文内面的呼召，咱也成做一个宴席的邀请者。甚至是执行者，互更较侪人进入上帝国的国度。上帝国的国度，上帝国的宴席，毋干那是未来的望，更较是今仔日的呼召。所以，当咱每一摆守圣餐的时阵，每一摆祈祷的时阵，咱拢伫主的内面三甲自集。去担着这个上帝国宴席，咱受邀请的，毋是参加一个宴席，是要进入上帝的同在，享受甲伊亲密的关系。咱敢已经回应这份的邀请，所以今仔日，咱要甲主同齐到，邀请咱众人来到伊的面前，拍开你的心门。甲伊三个同齐到。第二项要紧的信息是要互咱知影，咱必须要去促进族群的和解、文化的包容，甚至伫受苦的中间，成做望的灯塔。咱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所在。本地的族群有外来的移民，有新住民，有原住民，等等无同款的族群。以赛亚书25章才会提醒，上帝国的宴席是为着万民做准备的，是为着原住民，为着汉人，为着外来的移民，为着新的住民，咱会通做阵。伫上帝国的内面，和解、消除偏见，体现上帝国的多样性甲包容性。弟兄姊看，这是咱的上帝所做的工。咱的教会会当举办啥物？咱时常会举办跨文化的交流。咱有当时会有外国的团体来到伫台湾，特别4月份总会要召开啊。总会若召开的时阵，国外的来宾拢会来到伫咱中间，伫遮来做访问。
过去当年疫情以前嘛是同款，日本的学校因为海外旅行、海外教学学习，嘛来到伫咱的教会，咱嘛拍开咱的教会，互因伫遮来举行圣诞的礼拜。咱的教会是一个拍开门的教会，因为上帝国的宴席是拍开邀请的。咱需要帮赞，互受苦的人伫遮嘛会当看到愿望。那亲像咱教会过去5、6冬来帮赞香港的兄姐，伫咱教会伫遮来敬拜上帝。咱的教会是一个拍开门的教会，是一个邀请人进入上帝国宴席的教会。伫第8节伫遮描写，毋敢若进入迄个上帝国的宴席，上帝嘛安怎要擦去因一切的目屎？对面对苦难的人来讲，这是非常大有意义的。啥物人无经验苦难，迄个未去拄着苦难，咱台湾人嘛是同款。过去无论是228，无论是白色恐怖等等遮的。甚至伫咱生活中间，对伫疫情、天灾、个人层面的失落，咱拢愿望会通邀请来到伫主的内面，互主真做因的帮赞，经验上帝国赢过死亡的困难，甚至面对死失亲人。也是病痛中人生困苦的人，咱嘛有缘尽咱的力来邀请因来到伫主的面前，互因会通较赢过死亡，赢过灾难，行往上帝国。第3个要紧的信息要来提醒。上帝国的宴席是一个普世的宴席，超越族群文化的邀请。上帝国的救恩是予万国万民，这唔单单是上帝的心意，也是对每一个基督徒对教会的呼召。所以台湾的教会，咱唔单单爱去注重本地福音的事工，咱会通做的就是积极参与普世宣教。互福音传往伫未听到的人的中间。咱教会过去，咱嘛通过咱的奉献，支持国外的宣教，支持缅甸的宣教，这拢是一种宣教的困难。甚至伫疫情的中间，咱嘛通过网络媒体，将福音来送出去。有侪伫国外的兄姐，因会通安怎去看到咱教会的聚会，甚至公共论坛的讲座，甚至教会的礼拜，通过安尼，互因更较会通有机会来认捌福音。咱来讲做上帝国和平之主。看，这是上帝爱咱做的工，为着万民备办宴席。这场宴席毋是为着以色列人单独为因办的，圣经甲咱讲是万国万民拢会通进入上帝国的恩典的中间。新约圣经谈到讲起，耶稣也用上帝国的宴席来做披露。伊毋是干那邀请遐个犹太人，搁较邀请外邦人、边缘化的人、送香拜卡痴迷的人，这嘛是咧挑战咱。咱敢愿意行出去这个舒适圈，去与人分享福音？咱的教会敢袂通诚做万民的宴席？邀请的所在，
也是咱的教会成做一个少数人的俱乐部。台湾的社会充满侪的这个对立，无论是政治的对立，无论是世代的对立，甚至国家认同的对立等等遮的，愿咱拢会通去学习，与人分享。咱的国是上帝国，这个国家是充满公义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一个带来和解、掠上帝最中心的国家。咱所要建立的国是上帝的国，亲像以赛亚的信息，伫第9节安尼甲咱讲：伫迄日有人会讲，恁看，这位是阮的上帝，阮一直会仰望伊，伊一定会来解救阮。这位是阮一直听候的上主，咱就来欢喜庆祝伊的拯救。愿咱每一位拢会当带着这款的信心，回应上帝宝贵的邀请，也向人讲：看，这是咱的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求你帮助阮，互阮伫这个世代中间，成做上帝的奴仆，邀请人进入上帝国救恩的恩典内面。愿你的神帮助阮，阮的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大家起立，咱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过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依然徛伫，做伙来吟圣诗369首，超过阮的想象，吟全首。心灵高贵快乐，
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教会陪参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对今仔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恁今仔着磨担重担，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每一位三甲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使徒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1章所讲的话。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来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会安尼捧杯。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暝有大声提饼来祝谢，所以咱即时要按照伊的名、伊的款式，咱三个来感谢上帝，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现在阮按照你的命令摆设圣餐的宴席，为着要来纪念上帝你永远的献祭，阮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杯，对日神有分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伫你恩典的帮助内面，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互阮成长伫你恩典的中间，通荣耀你的圣尊名。阮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即时请服侍长老来到伫台前。请咱食着饼的时阵，犹原安静咱的心来默祷。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干，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今日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捧杯。最后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请服侍的长老来到伫台前。最后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日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请咱接着杯的时阵，悠然安静心来默祷，来纪念耶稣基督为咱所带来的救赎。最后所讲，咬喙焦翕目字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最后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三个来感谢上帝。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伫你极大的疼痛，互阮领受你的圣餐，
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互阮知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圣徒，是上帝国永远的后裔。阮的主，阮的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继续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会通荣耀你的圣尊名。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这时是公道的时间，咱要为下面三项代志来祈祷。头一项为了2025年会员好会伫2月16召开来的预备。第二项为了弱势者，譬如难民、送乡、受压迫者来代祷。第三，为了快速变迁的科技的时代，会当有信用的智慧。咱请会众当声来开喙祈祷。公道煞要请司院长、甲教委执事来做结束的祈祷。至尊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引线，互阮今仔日伫遮组织来领受你的话语。今年的会员互会你要到啊，求你准备阮的心，互阮谦卑顺服你的旨意，求你赐互阮智慧，每一个人会当认真讨论，互责任教会荣耀你。阮即马来到你的面前，要为着在世间受苦的人向你祈祷，求你看顾孤儿甲难民。求你听到善食人的呼求，求你怜悯受压迫的人。阮将因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的慈爱甲公义降临伫因的身躯顶。主啊，你创造万物，掌管历史，管理人类的智慧甲发展。求你伫即个科技快速变化的时代，互阮坚守信仰甲你的真理。求你提醒阮。真正有价值的是性命，真正重要的是人甲神的关系。阮安尼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这是咱来奉献。
请起立，咱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请坐。这时我来报告，请现开周报通知事项。头一项，本主日举行今年第一摆的圣礼典，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恩赦。第二项，2025年会员好会要伫下礼拜日2月16日早市9点，然后礼拜是召开全体在职现有的陪参会员的名册搭伫公布栏。议案有第一项接纳2024年的决算案，第二项接纳2025年的预算案，第三项选举2025年检察委员1名。第三，儿童主日要伫2月28到3月7日来举办过暝教会活动，参与者会当家己选是毋是要过暝。报名的对象，要报名过暝活动的小朋友，要有独立自理的能力，而且对儿童主日有一定的熟悉，并且爱遵守即边的活动的特殊。小学3年到6年的小朋友为主。对今日开始到下礼拜日来报名。报名请儿童主日校长王亚玲技师来报名。报名费100块。第四，大礼拜堂的音控的培训，办公室会搁再个别通知参加培训的人员，变相时也由家方干事甲总营弟兄来指导使用。培训的时间是伫2月15日下昼2点半到5点半。第五，咱教会圣经学校春季班，要伫3月7日开始上课，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也请为着圣经学校来代祷奉献。总共7个班，咱请家己看。第六，228，本会陈会长姊妹第2024年担任北美洲台湾妇女会的会长，伊推动每一年228的期间来挂台湾228的背号徽章。咱教会嘛欢迎大家来免费来摕，邀请大家伫2月、3月期间来挂，做伙来欢迎关心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传达和平、公义、希望甲听的信息。第七，2月23日是新学礼拜日，新学博士曾宗胜教授又做一本册，旧约圣经的历史册，
欢迎大家做伙来分享。时间是2月23日下昼2点，伫咱教会大礼拜堂。特别台湾新学院新学系新学期要伫咱教会开7门课，开学的时间是2月17，欢迎兄弟报名参加。课程请咱大家家己看。第9，人权电影，一个人的导师的理想生活。放映时间是2月23，暗时6点半，伫咱教会大礼拜堂。具体消息，主来林东昌兄弟伫正月25，再是7点伫台大病院安孝主怀女婿58年，关注安慰遗族。入殓的礼拜定伫2月14，拜五中昼12点30，伫殡仪馆怀爱馆至善2厅。个别礼拜伫2月15拜六下昼时1点，伫咱教会大礼拜堂。第2，华义芬老师的爸爸华之一弟兄，伫正月31，清早安孝主怀女婿91年，原主安慰遗族。个别礼拜伫2月13下昼时3点半，伫殡仪馆怀爱馆至真3厅。团契消息、教界消息，大多数项，请家己看。这是要请黄牧师介绍新朋友甲请安。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首先来介绍是对韩国韩神新学院的院长全泽牧师来到咱中间伊来台湾开会咱邀请伊起来，咱甲欢迎。这嘛是应该是赵牧师的新学院的，他们是欢迎。第2位来介绍的是淡江大学苏毅老师，来请起立，欢迎。过来介绍的是李心妍姐妹，来欢迎。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施恩赐福咱每一位。三角来吟圣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立。吟诗煞要请黄牧师祝祷。愿上帝国临到，叫醒昏迷的心灵，导起公义和平的愿望，互万民归向主，活出听甲真理的见证，来荣光伊的圣尊名。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极大的疼痛，伊个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三角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
请坐灭岛避会。若有需要带岛的兄弟请劳步来到这条路边的雨伞骹牧师长老同工为你祈祷。